他们吼台北平安洞、平安啊金龙团，很多庞大的阵容。哦，台北平安堂很庞大的阵容，还有盐水浴港、宝盛堂、盐水浴港、宝盛堂，它提供四海龙王的表演，四海龙王神将的表演，还有加上那个北管演奏很好听。接下来是台北平安堂金龙团哦。咱今仔日团监视元旦吼，这个刘金彪来赞助咱中华民视观音庙嘛，这个奇龙妖精活动吼，先做统计起来吼。哦，小朋友。12人啊，吼，12人，今仔日非常的澎湃，就非常澎湃吼，领导来赞助公彩，关于员会深深的感谢，感谢咱国家咱高兴中关于员会用这样的澎湃来交用人大对交配而且讲真正多来咯。看老天的吼，看人家表演的吼，如果这少年朋友表演了好吼，咱人小咱的鼓仔声吼，咱爱用真正的鼓仔声来鼓励吼。哦，谢谢，感恩，好棒哦，好优秀。就在平交道的东边。粤港盐水浴港，宝盛宫。金龙团，台北平安堂的金龙团，邀请台北平安堂金龙团的表演。宋江镇都在外圈包围着，宋江镇要维持秩序。
金龙团，哦，金龙团。哦哦哦哦哦，好棒好棒啊！哇，转转转转转啊！转转转转转啊！哦，好棒好棒啊！大家辛苦啦吼！就会知5点外出5点外吼，来到咱中英团随机报道啦吼，开始参加自由表演活动当中啦吼，你班吼，大家都非常辛苦啦吼，咱这看老这个吼，你记得啦，无法正甲推一个啦，专门过来啊啦。哦，谢谢谢谢谢谢，哦哦哦。哦，谢谢谢谢。你人也太大个。哦，谢谢谢谢。你海太大个啦。哦，谢谢谢谢。哦，好棒好棒哦。然后又是台北来的呢，台北来到台南新营。哦哦。哦，站站站站站。哦，站站站。哦，站站站。站站站哦！